關於一啲 unstructured data 咧，其實點樣去規範？例如頭先所講嘅安全圍欄啦，或者係咯一啲唔同嘅頭先話碎片化嘅一啲嘅數字，其實咧呢啲地方咧，其實而家喺一個數據私隱嘅合規框架下，其實咧係一個最大嘅挑戰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想問阿 David，David 葉作會長啦，其實而家企業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咧？無論你嘅 AI 用喺咩嘅地方、咩嘅程度，其實咧都最好跟一個 guideline 去做。咁其實私隱專員公署咧係有一個每年都會出一份嘅叫 AI 嘅一個 guideline 啦。咁其實係一啲即係懶人包啦嚇，大家好容易去理解邊啲嘢係要小心同埋注意嘅。咁喺我哋個協會嘅會員入邊啦，有一啲大嘅 enterprise 啦，亦都有啲細㗎啦。咁其實唔同行業嗰個採用程度都有少少唔一樣。香港暫時我見到咧未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框架，大家要跟嘅嚇。咁所以我哋相信業界香港可能唔需要太長時間嘅嚇，可能喺即係 within 一年內啦。我相信唔同政府部門都會推出一啲多少少嘅啲資訊俾大家去跟咯。而家好多時咧，一啲數據咧都係講緊本地化，頭先話 localize 嘅 deployment， 但係你又要去一個海外裏面做一個公司嘅發展，咁喺數據層面上面，咦，好似有啲 contradiction。咁呢件事喺法規上面，或者點樣喺一個企業可以取得到平衡呢？或者技術框架上面點樣去實踐呢？其實個 global collaboration 喺 data 上邊咧，其實已經似乎大家接受咗咧，數據唔流動。即係話咧，數據唔出域，即係唔出個 domain 度，然後數據係可用不可見，然後透過技術手段去攞取數據嘅 insight， 而仲係 multiple site、multiple database 去做呢件事。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全球做緊，而北京即係我知道我聽翻嚟嘅咧就係咧北京都可能以 ID International Data Space Association 嗰個 framework 去諗中國自己嘅 data space， 即係我哋最近成日聽嘅可信數據空間，就係做緊呢件事。咁所以我諗將來嘅其實就係本地部署數據留喺當地，做好圍欄，做好晒所有嘢，然後喺底下多一層 communication 嘅一層，去串通所有數據，而數據係冇人見得到個 raw data 嘅。